一名外交官近日在为东突厥斯坦军经营辩护时暗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普通话等技能，那他就没有人权可言。他还表示，那些提供证词的所谓获释人员显然是受反华势力黑手操控。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以大使讲述新疆真相为题，报道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笑与哈萨克斯坦媒体的访谈录。面对哈萨克斯坦多家媒体的镜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潇再度重申中国官方立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集中营或古拉格，只有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说到人权，试问一个现代人，如果不会读写本国通用语言文字，还有什么其他人权可言？他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责华为接受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资金。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责华为接受来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另一家中国国家情报机构的资金。美国强调，华为技术若被五眼联盟任何成员引入 5G 网络，后果将不堪设想。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总部举行了以东突厥斯坦危机为题的会议。因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邀请，土耳其阿基巴伊拉木外里大学教授阿布杜杰利里卡尔卢克博士前往杜伊斯堡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一个关于东突厥斯坦危机和文化的演讲。该市的民间组织代表以及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活动家参加了本次会议。21日早晨，斯里兰卡地区的圣安东尼教堂、卡塔纳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拜迪克罗的一座教堂，以及首都科伦坡5星级酒店香格里拉、肉桂大酒店和金斯波里酒店遭恐怖袭击。袭击事件发生后，首都科伦坡郊区戴西瓦里动物园附近和科伦坡郊区又发生爆炸。对3座教堂、3家酒店和首都科伦坡2个郊区发动的炸弹袭击，导致207人丧生，500人受伤。总统西里塞纳下令全力采取行动，找出阴谋策划者，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听信虚假新闻和谣言。总理拉尼尔·魏克拉马辛哈也强烈谴责卑鄙的袭击，他呼吁全体斯里兰卡人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坚决保持团结一致。目前尚无任何一方宣布对据估测至少2起为自杀式袭击的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首都通讯部大楼遭袭击，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伊斯兰国组织表示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通讯部20日所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7人在事故中丧命。据报道，1名自杀炸弹客在通讯及资讯科技部大楼外把自己引爆，以便让3名同伙进入戒备森严的大楼，但3人随即遭保安部队击毙。阿富汗内政部发声明表示，双方开火过程中有4名政府雇员、3名保安部队队员不幸身亡。伊斯兰国阿富汗也被称为 ISIS 呼洛珊，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积极攻击该国。塔利班和阿富汗部队以及美军都是他们袭击目标。